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今仔日审议不义遗址保存条例草案。那这个立委是针对着条例名称超未平，也针对着国民党的立委郑天才提出不义遗址应该追溯到清代日本时期对原住民的迫害，这也是搁再引起两边对答。好，那我想遵守我的发言，可以吗？不满讲话被拍断，拿着立委对立气氛真火爆。因为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排审不义遗址保存条例草案，不过审早一开始，共党立委就针对条例名字提出意见。与其使用不义这个名词我还是强烈认为人权历史场域实在是一个更为妥善的一个中性字眼。这摆条件有10个版本，其中国民党立委郑天才版本指出，定义不义遗址时间甲范围应该为民国34年开始的威权统治时期扩大到清代，日治时民时期对原住民的迫害，佫引起大家一句来一句去。有这么困难吗？把清朝时候的不义遗址列入进去？就怎么样了吗？就自爱难行了吗？莫名其妙，把台湾的原住民族放在哪里？不要再企图操弄威权时期的定义，淡化自己的不义。其他时期的历史正义长治已经有文资法底下的相关法规可以保护如果这个法令通过，你为什么不倒过来想？是国民政府能够自我反省，他能够面对这关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一定会绕着马场街3圈，因为我的舅舅就在那边被枪决的，我舅舅23岁被枪毙，所以不义遗址对某些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部长李远用自身的经历强调转型不义遗址的重要性，各呼吁条例应该无分党派、心平气和来讨论。想说把这个时间扩大到清朝，我觉得他无疑就是在想办法拖延各种真正可以对于台湾人民记忆留下保存的各种实际作为。长期关注这草案的10位公民团体，同日也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表达威权统治时期不义遗址的定义甲范围，不应该凊彩扩张。佮指出未少遗址拢因为年代上过久，倒去拍远，呼吁应该赶紧通过转化进行保存者积极活化，来促进推动转型正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